民进党的立委林大华若像涉嫌诈领助理费，即马检方呢是去立法院，也佮有伊的服务处甲徛家来敲催。服务处是来发出声明，强调性别，也来讲尊重司法。也若林大华伊本人是话讲，在政治插手司法，也若司法呢佮来干扰着初选，有可能就是咧烦恼家己选市长这条路会受到影响。 一到法务部调查局南部地区机动工作站，立委林大华手提白纸，想要闪过调查人员，对外口一直发冤枉，是因为20早起检调分骨就对去敲林大华立法院办公室，也个高雄政府大寮顶地区的服务处。对，他们要执行公务吼，不好意思，来，谢谢。北部有大批调查人员提纸箱去到立法院，也若大寮服务处是早起7点左右，就厝边看到调查局的人员。好早哦，很早，8点多就。 8点多、7点多了。林武的服务处是由检察官带队来敲，拄好等到选民服务，就请民众较晚才来。中午过后。哎呀，拍摄呢，中午过后再来。 林大华涉嫌诈领助理费防检举，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。林大华等人也互带登去侦讯。林大华服务处回应讲，委员做8任立委任期守法，相关费用要求合法法规，以尊重司法调查，静态水落石出，行医清白。也若林大华有想要参选民进党高雄市长的初选，高雄市真侪活动场合都会看到伊出现。目前暂时是民调第一，敢会影响到选情这部分，我爱观察。也若高雄地检署针对这个案情无任何透露的消息，也无做任何回应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